指挥官陈时中今仔日无来参加到疫情的记者会，因为伊人伫立法院。立法院今仔日是针对着纾困4.0的预算案来进行着朝野协商，互外界对这个国产疫苗甲对采买国外疫苗是真有意见。卫福部长陈时中讲，政府绝对无护航国产疫苗，是希望会当来建立着国内生物科技的产业。另外，陈时中嘛坦白来讲出咯，讲采买这个国外疫苗的进度确实是上慢咯，伊嘛向国人来道歉。至于在国产疫苗的部分，这当然是属于我们本来的一个战略的产业，当然是国家要予以鼓励，那但并不代表他做的药我们就非要通过不可，那他还要经过相关的一些提出来的数据的报告，经过专家的一个审视，那在之前我也不方便讲说他会过或不会过，那完全靠他提出来的证据，然后看大家的一个专家最后对审查的一个看法。那但我们绝对没有所谓的要护航没有，我们希望是国内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生技的产业、疫苗的产业，但是它毕竟还是要产品的本身能够符合实际的需要才可以。那在以往疫苗的采购，当然要表达很抱歉。进来的进货的速度事实上是慢，事实上是慢。那但是呢，我们也尽力的多方去沟通，